洗菜是真的很耗工的，那我觉得这个品质，就算别人看不到，我们也要做好。所谓做好，高丽菜用流水至少先洗3次过后，切小还要再洗干净，备量多少清洗多少，一旦碰了水就不放隔夜。奶丢全部黑，懂你做。我们都是当天做，理持后给品质，维持好品质。干净新鲜是为了安心，费事不在考虑之列。蔬菜包里一口气包进高丽菜、青江菜、荸荠、马铃薯，还有特制只腌制4个小时的雪菜。这样子的话，它可以新鲜现做，它可以有淡淡的雪里红香，然后也可以保留它的营养素。不过度调味，身为客家人的叶锦瑜，让客家酸菜包、客家笋包的风味咸度明显清淡些，更能尝到食材原味的鲜。但先被父亲打枪，咸不够香不够味，没用味精不对，对面团做法也有意见。父女俩过招数十回。我一直叫他放泡打粉啊，他也不要了，他危害身体，他都一定不放了。他也希望我的包子大一点啊，我们放8粉，他也觉得不是很好。他说你可以放小一点，然后我不放碱水，他也觉得这样怎么会 Q 呢？叶锦瑜坚持面团除了老面、面粉、天然酵素和盐，不欢迎任何化学添加物。毕竟他本来就做医疗健检，为了父亲罹患癌症，才想做健康的包子来创业。我是消费者的时候，我也希望人家卖什么东西给我的时候，告诉我你的来源是什么啊？一颗菜包只有177卡，也挑战膳食纤维高9倍的全麦包子。偶尔特制可爱的包子来吸引小孩。3年过去了，得到家人、员工和客人的认同感。不改初衷的客家女子，用毅力扭转亏损100多万的考验。做对的事情，坚持到底。如果觉得是对的，就坚持到底。上课喽！艾条全部係懂熱做嘅理持好嘅品質，艾條全部係懂熱做嘅理持好嘅品質。謝謝宗儀老師。